所以咱今麦大家对一两零极限。来，各位浅显，我们一起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那对不起，什么人呢？来想看嘛来哈，那个字再大一点，字再大一点，浅显，来，浅显，我看到伊不？哦。当然咯，有看到伊，让他填哦。来，可以再大一点吗？有看到伊不？哦，来哦哈，咱做伙来念，来念讲义啊，他都要念台语，这咱念讲义啊啦吼。来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罪从心起，将心忏。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心亡罪灭，两俱空。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好，安尼两回吼，请大家请配合同，配合同吼。咱甲拢有求道过啊，若未求道过，咱先相将学习吼。不要紧，咱若有机会，咱还阁来求道吼。来，咱再念一次，真心诚意的想想看，今年咱有去得罪着啥货？今年有啥物人，咱有感觉咱做了无义有义，吼，咱拢来甲伊反省，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好不好？我们跟他讲一下对不起，从现在开始，从今麦开始，咱就想要好好啊，来改变咱家己，哦，所以我们一起手抱合同念一次哦，哈，来，往昔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罪从心起，将心忏。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心亡罪灭，两俱空。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好，那让把手放下来哦，我们真心诚意的来，大家再讲一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真即句是讲咱的不是，不是讲别人，讲咱的不是。咱对不起咱的不是，因为咱过去可能有害怕，甚至讲话有理无义，做作有理无义。咱对不起咱的不是，咱一定甲咱的不是拢做一寡对不起伊的代志。所以咱即句是甲咱的不是讲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好，即句是甲咱的不是讲。即摆咱过来要甲咱卡拄仔迄个影片，我是希望就大家吼把口开起来，咱来学卡拄仔迄条歌。好，咱的影片第一首，麻烦再放一下。第一首我们的把道传四方。